搞多少起政论节目？来，上面前方这边这台。左边上面，谢谢。真的，而且他很少上谈话室，很少。对，他几乎是都搭开来的。他其实他们前面在寻找我，但我不需要了。我是觉得，因为我要先观望，看一下他们在做什么。看一下节目的收视率好不好？收视率是没有关系，上来都没有收视率。好。所以你有什么大尺度想要问亚伦的问题，都现在交给我，快点。他其实想问你的穿衣尺度。尺度会比电视还要大。没有尺，就没有就是，其实刚刚看两集，大家会，我觉得尺度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哦，这也不会被快转。尺度这件事情是这样，就是说，你如果刻意要去冲撞尺度，我觉得大家是看得出来的。但我觉得我们的逃口秀就是，个人认为我用生命在访问，所以对方有感受到我的那股 force 的力，然后他就会掏心掏肺。新访比较难攻破的来宾。新访难攻破啊，其实我觉得网络节目有个好处，就直接说，比如像刚刚访问的过程中，我就说，你现在这段有点官腔，然后他就会干嘛？那以前可能是电视节目啊，就是什么加拿大小观赏什么的，那就会稍微让就是好，开始那这张专辑是在讲什么？这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们是想要快转的部分，所以我觉得没有。如果他不是很想要来交心，有可能也是我自己功课没做好。我觉得我如果功课做好了，从他的角度去，以他的立场跟他聊天，我觉得他是很建议的。那如果功不过就说，跟他说幸福，然后下次不要再来，让我们大家都很痛苦。没有，问题是大家都来掏心掏肺，然后我就会说，受不了了，这个事实就会觉得。听到了什么？这样就是大家还蛮信任制作团队的节目。音乐人数要多少才可以跟成本搭？对，音乐人数多少被一个才艺留下一集。我们一定会继续合下去。哎呦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刚刚看了我一些访问，觉得我觉得很棒，很棒。对，有个目标数字吗？目标数字啊，我跟你讲啊。至少要来个10万吧。你们媒体多少？你们订阅？高标高标10万差不多。至少要一个基本盘，对，一定没问题。对啊，我发现。